这最冲这个熟悉的东西哈，可是呢哈，个技术呢，除喺来留差不多2009年啦，1995年吧哈，到2013年，差不多18年的东西哈。在录嘅哈，很多黄金荣哈，黄金妙先生嘅假嘅录相片咧哈，很多回首杨梅丽两本书哈，录迄本，嘿，哇，佢睇一本，佢配，也伫要錄迄幾多年呢錄相片，123張哦，不過完全冇技術，嘿，就係一種錄相片非常好看，不過唔係迄啲係馬莎，而家都係做馬街。哦，就係等於翻拍，翻拍然後出來，喺1994年嘅時間哈，發現到咧黃金榮哈、黃金妙哈，尤其黃金妙哈做阿哥嘅哈，有個相片哈不得了，佢所有翕相嘅哈，有興趣嘅冇興趣嘅哈，佢出去愛翕嘅哈，像你啊北公山愛翕嘅哈，佢都會留一張。所以咧真難得，太天然就講寫出嚟搞出嚟哈，唔盼得就講自家留一張，因為要本錢。係啊，佢留差唔多我大概會2萬張咁多。所以說1995年嘅時間哈，看到哈300人張啦，楊貴龍先生啊哈，看到300人張哈，叫嚇到你啊，要出嚟一本1995年。先出嚟一個就只有相片咧，結果出嚟以後哈，就談講哈，金妙先生啊，威硬，嘅承辦就講，記錄起來一張一張，然後俾請佢介紹，就嗰兩時哈，你123張哈，就請佢分4擺哈，像老人家哈，口述歷史啊，係做口述歷史，一張一張介紹，所以說呢，喺體拜貴鄉嘅時候，做北公山抗戰嘅時候，嘅老人家哈，黃金榮先生哈，非常對佢來講，啲老人家哈，佢先唔盼得嘅太書嘅俾人倒騰嘛，咁沒有俾人拆的，你講孤立無援嘅時間，來到承辦啊，這年有啊，這過去還有蔡地嘅梁貴龍先生嘛，嗰時喺後生年啊，一出現哦，佢跳你啊，所以說呢，到高場呢有啲成果嘅時間。就是老嘅兩個講，來，同我家有相片。黃金榮先生他真好教，佢唔盼得拿嗰度相片啦，拿300人張。結果梁貴龍一看到，哇不得了，嘅相片啦。佢唔係一般翕相館啊，佢係青島到北公山啦，嘅路頭啦，青島歷史先咧，像日本兵啦，到西人啦，結果梁貴龍馬上就託個123張目前呢就講今年你是屬於募款，相當於啲講一出書你到後生嘅留喺北公山就播下來所以等於1995年嘅時間1994年體拜貴鄉，一直談到1995年一本書出來。